讀 Poly Nursing 將來有啲咩唔同？更有競爭力。理大係香港唯一擁有 WHO Collaboration Centre 嘅護理學院，獨家提供世衛實習，俾我哋成為少數有世衛 CC 實習經驗嘅護理學生。理大提供認證中醫護理專業嘅 Graduate Certificate， 仲有機會喺美國實習中醫護理。我哋可以喺 Undergrad 讀定 Master 課程，將來更快攞到 Master， 更有認受性。我哋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護理學院，校友最多。我哋學院持續排名出色，香港第2，亞洲前3名，全球18。我哋係亞洲唯一有獲獎 STEM 教授嘅護理院校，教授屢獲殊榮，亦非常親切，更貼近市場。有好多海外交流計劃，甚至虛擬實習。有教授護士專用科技嘅課程。好快會有 STEM Scholarship， 等鍾意科學嘅同學發揮所長。明日成就，今日選擇。